我叫李正修，今年47岁，从小就是路见不平就想见义勇为的人，但那时做人不够圆滑，就算是在帮助人，也会给人一种施舍的感觉。而随着年纪渐长，也历经了许多思考，直到6年前，医生发现了我有口腔癌，让我更加深思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大哥，我们今天要去哪？我们今天要去关怀一个6岁的小朋友，他因为车祸造成脑瘫，现在是由奶奶照顾，祖孙3代，平常都要考台北的马街跟花莲的瓷器，今天难得他回来台南，我想说就就近带一些物资过去，大概关怀一下。我到楼下再打给你，再开门就好了，嘿。好 ，OK， 等我见，好，拜拜。一大清早，正修哥就载着所需的物资，与多年好友一同前往个案的家中。这就是正修哥的日常。对于坚持在第一线关心需要帮助的人，他的老朋友特别有感触。正修，我们20几年前就认识到现在，因为我们都是同样是青商会的。其实我们20几年前他就开始都在做这个关怀这个爱心这个活动啊，只是说那时候他因为生病口腔癌，然后到现在他也是每个月都要回诊到医院来了。可是他只要有爱心有个案，人家通知他，包括我们爱心会，只要有个案，他是跑第一个。好，你好，你先进来。不用多谢。不用多谢。嗨，李翔，以前看到他的时候都是在睡觉，对，不然就是躺在床上。他现在也是，就是做这一个做没有办法做很久，因为他张力就会整个往上升。有啊，都比较他现在打完结实一点干细胞以后就是有放松。李翔弟弟本来是植物人，那我有询问过成大的护理师，我得到的讯息都是非常的不乐观的，一辈子就是在床上，或是随时可能病危都会走。我就动员了一些朋友，又准备了一笔钱，就去加护病房的时候就跟他家属先联络好，然后希望说至少他们在治疗这段期间不用担心医疗费跟一些自费的部分。因为他现在是因为有胃造口啦，所以营养还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每一次都有进步有改善哦，我觉得就是刚才看到电视，然后又不晓得为什么又开始流眼泪。跟你跟老板说讲，伊是讲伊也要省的，那变成也要省啊。其实就是有好有坏，他现在因为意识有比较好一点，比之前好。之前他可能就是傻傻的笑，可是现在不一样，他可能就是会想到某一个东西，然后就开始流眼泪。就妈妈骑摩托车，秉强就站在前座这样子，就因为这样子撞矮墙，秉强是因为没有安全帽的关系，所以才这样子造成。然后他腿骨折断掉，虽然治疗1年多都还没办法康复。你看，当初也是认为说可能不会醒过来，2个月醒过来以后，我就特别的说，那这样我的帮助是有效的，那我就更持续的再去加码，再去给他看看能不能更好一点。所以我就持续这1年多都有一直在关怀，也把他转借给其他的爱心福利团体，因为他这个非常的花钱，他奶奶为了全职照顾他，也放弃了工作，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出现了困难。他现在只希望他妈妈就是脚赶快好，其实多多少少看着我就可以出去上班几个小时，因为总是要有人出去赚钱啊，因为他一定是没办法，对啊。因为他们都是思维都很正面，他不会说我现在就是因为家里环境现在出了这个状况，我什么都不要了，我就是等人家来帮助我，他都不会有这种念头，我觉得是很正向的。你以后好了要去帮助更多人哦，真的，知道吗？真的。我都能感同身受。以前在住加护病房9天都不能动，
现在看着天花板，每天想法就很消极。跟他对。曾经在生死边缘走过一遭的无助，让正修哥更能同理他们，用自己私人的时间对每个个案进行深入了解，细心又贴心的替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考虑，也让爱心会的同仁特别感动。他是一位很努力，然后很帮助我们爱心会来做，愿意拨出自己的时间，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要忙的事情，不一定有时间可以来访视个案，但是他亲力亲为，这是我蛮感动的地方，因为本身他自己也是癌症，还在伤痛，他愿意这样走出来。各吃，这个要，耶，各吃，就喜欢我。你以后跳给我看哦。好不好？好不好？你跳给叔叔看。叔叔说好。好。这些个案，他可能他也需要像有这样的管道，可以去找到人去帮忙他。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一个。老天爷当初让我多活几年，可能就是希望我可以做好这一块，让需要帮忙的人可以得到适当的帮忙。黄哥，开玩笑，最近好啊？是的啦，正常啊。忙了一整天的正修哥，却又约了几位朋友，他们滔滔不绝地畅聊着。这些人不是别人，而是和正修哥一样，都是走过抗癌历程的口腔癌患者。我们私底下除了阳光举办的活动以外，我们私底下也都会互相联络一下彼此的情感，然后或是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帮助，还有一些讯息的传达，包括一些新的口友，他需要怎样协助，我们都会互相传递，给他更快速、更正确的讯息。说起抗癌这条路，只能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因为有着太多的辛酸是旁人很难去体会的，所以对口友来说，除了彼此加油打气，更是一路走来相互扶持的最佳伙伴。我跟他是在抖音认识的，对，然后他看到我，觉得我蛮正向的，就认识到现在。我当直播主是因为阳光基金会的关系，我当初他们社工觉得说我看起来好像很乐观，不然上抖音宣导，在影片看叫大家不要吃槟榔。然后其实很多粉丝都觉得我很正向啊，对，然后也有影响到他们的心情。最大的影响是让我在抖音上面认识了很多粉丝，对他们让我觉得我这样其实我也很帅，对，所以现在是蛮有自信的。虽然当初是无心插柳，但透过新媒的传播，确实也让阿豪肯定自己，甚至还成功帮助别人。而且更让人压抑的就是阿豪因为罹癌导致颜面和口腔部分切除，但他的咬字发音却能字正腔圆，几乎和常人无异。其实刚开始我不知道唱歌有可以帮助口腔癌的人的发音，是因为我来参加那个阳光基金会的歌唱班，还有歌唱比赛，我才知道说哦，原来你唱歌的话可以帮助口腔癌的人去调整你的发音，你会练习那个发音。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不然我的抖音收益就没有说全部吧，但是就是多少会捐给那个阳光基金会当公益这样子。现在是转向那个头颈爱另一个基金会还有另一个独居老人的。正所谓为善最乐，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关怀社会上需要帮助的朋友，或许是阿豪和正修这群口友们心底最踏实的愿望。只是话锋一转，当聊起以前罹癌的过往，原本还侃侃而谈的阿豪，突然间鼻头一酸，久久不能自己。然后因为口腔癌，然后让我觉得说，让我改变很多，真的。而且你会知道说，家人是最重要的。以前太不会想了。其实我很感谢口腔癌，让我变成另外一个。其实那时候的心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想要去帮助别人，但是至少能上来宣导的话，
就一个算一个嘛。很多时候你都说，人家看到你这样也不一定会改。但是我觉得说，今天10个人看到1个人戒掉，我就救1个人。有人得到癌症怨天尤地嘛，但是我觉得很感谢老天爷让我活下来，让我可以在帮助别人，劝导大家不要抽烟吃槟榔。对，因为这条路太痛苦了。我会熟悉在是因为阮土前爱内底的癌友，伊也是阮阳光的胖虎队。阮咧跳舞的，阮拢有伫高雄火车站表演过，后捌去伫嘉义表演过，后捌去伫台北表演过。伊拢会摕一寡牛奶来互阮遮癌友做伙食。伊做人真啊袂歹啦，拢会去共照顾弱势团体的人啊，袂歹的人真好啦。你条条行。这边那个比较年长的有身上的会先发，因为他们行走方面，他们发完拿走以后，再开始发那个可以正常排队的。我拢叫仔仔，伊和我好朋友，伊嘛知影我咧做这，因咧有当时他也会来做志工，其实还好好的。过来现在口腔癌了开始，他的人生改变，他的人生改变了，伊帮忙真济人。我最近一个案例，一个囡仔得到血癌，收来我倒脚手，把这个囡仔倒脚手，因为他的费用要自费嘛，伤济钱。收去找癌症基金会，我们帮忙，互这个囡仔因死亡免了这条钱，可以减轻伊的负担。不论是急难救助还是爱心志工，欧老板和正修哥这么多年来总是很有默契的互相扶持。而讲话十分豪气的欧老板也不讳言过去的他曾吸毒闹事，甚至锒铛入狱。最终看到母亲老泪纵横，整天为他操心的样子，才总算浪子回头，也一步步的慢慢做出了成绩。所以为了感谢社会过去对他的包容，还有信仰一路的陪伴，这10几年来自掏腰包，除了疫情从没中断过。而老板行善的善举也感动许多人，于是大家纷纷响应活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渐渐有了现在的规模。很多老弱父母都是走了很久的路，一大早就起来拿号码牌，就为了来拿这个小小的一个便当，就让我感觉很于心不忍。然后有一些还是坐很远的公车、转车来到这里，就发觉说社会上很多欠缺温饱的，然后我们假如有能力的话，就可以多回馈社会，帮助这些苦难人，可以多一餐可以吃。对。来，辛苦。来，辛苦。平安，辛苦。平安，平安，谢谢。对正修哥来说，不管是关怀弱势，还是发送便当，只要哪里有需要，他都分外珍惜，全力以赴。因为对他来说，可以继续行善，除了是上天的恩赐，更是一种善的循环，一种潜移默化的行动展现。这里将近有1/4以上的志工，本身都跟我一样都是癌症，然后一路过来，然后希望说可以回馈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多做一些善心，帮助一些弱势，就跟我以前的心路历程都是一样的。正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大家都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他人，把爱传下去。小小灯光汇聚，总能积沙成塔，照亮他人。而在民间默默付出的同时，政府也用另一种方式把这份善意延续，让帮助不再只是个人的力量，而能成为城市共同的温度。
阿姨先来这摕看卖，看你爱需要什么物件哦，慢慢紧。这拢调理包，哦，煮饭了就咱放落，哦，用小袋放落啊，哦，调理包，这个哦，摕一包放。爱罐头肉罐无？肉罐嘛好，肉罐。哦，玉米粒，哦，玉米粒，嘿，啊这啊，八宝粥麻罐啦，哦。食物不是我们吃的那个 food， 不是那个食物，它是实际上可以使用的必要的生活的东西哈。像说我们的清洁用品啦，我们的用品特殊的真的有些吃的啦，然后或者是老年人或孩子所需要的尿布啊哈，这一些都是我们讲的食物。那我们为什么要安排一个食物银行呢？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家里就是没有这些东西，很难过去。那这些东西呢，似乎不怎么值钱，但是它却很需要，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流通跟支持的地方。那其实呢，我们认真的想，什么东西会是一般人觉得需要的呢？那就是我感觉我有需求，我有需要，然后有人不会让我没有面子的。所以他有用什么方式可以支持一个人生活下去，这样子的一个核心概念在里面。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每个人是不是需求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状况。那我们依照他的情况，他可能需要多少点数，他可能会至少要有怎么样的方式，他才会进我们食物银行来。然后食物银行呢，他拿到了点数，不会影响他本来所申请的生活的补助款。那这种情况之下，我如果假设我有1000点，我去判断我的优先顺序，这整个过程就是一种学习。每个人需要的东西都不同，有人缺一包米，有人需要几样生活用品。食物银行就像一个让善意流通的平台，把捐赠者的心意送到刚好需要的人手中。过去的帮助常是一箱箱物资送出，现在这里让爱能更贴近生活。每位受助者都能依自己的情况挑选真正需要的物品。毕竟最懂生活需要的人就是他们自己。在这样的互动里，伸出的手更靠近需要的人，让帮助能在不同的时刻被刚好的人接住。固定帮助的对象就是一般人所以为的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等等。那其实每一个家庭都有它的变动的状况，它不是永远都是那一个状态。那可是有些时候，有一些人他就是我现在才需要我其实本来的状况也很好，但是现在突然需要，或者说像这一次大家感受到什么叫灾难突然来的时候，我本来什么都有，但是这一瞬间我什么都找不到，也不能使用了。那当然呢，会有一些需求。那这种时候，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食物银行的中心。从食物银行的理念出发，7年来，台南的善意一步步扩散。从最初的一个据点，到如今37个行政区都设有服务点，让需要帮助的人不论在哪里都能被及时接住。物资的种类也从罐头、米、泡面等常温食品，到近年新增的生鲜设备，让捐赠者有更多选择，也让受助者能挑选更贴近生活的物品。随着照顾的人越来越多，这些需求的样貌也被整理得更完整，帮助社会局在媒合时更能对应到真正的需要。食物银行的精神不只是提供物资，更重视每一个人的尊严与被理解的感受。而这份让需要被看见的力量，也延伸到另一个领域。对行动不便的人来说，能重新站起，就是最实际的帮助。其实辅具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可是却能够帮我们把我们生活的功能变好。那二手辅具呢，那更是要挑战一个形象，就是别人用过的东西。所以二手辅具在台南市成立了以后啊，我要很得意的说一下啊，我们从几个小小的这个资源站哈，到了后来48个的时候，就已经是全国第一了。3年前，但目前我们已经是61个这个资源中心，可见这样子的观念，就惜物啊、惜人、惜事这样子的观念呢，已经逐渐的被大家接受。那这样子，我们再回来看二手，二手就不是像原来我们想象的，就说啊，把人用鬼哈，不是咯，它是一个我们觉得它是一个珍惜的缘分。所以二手来自于有一些是回收的，那有一些呢是很可能是真的是使用过的，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辅具的资源中心，一律通通会整理得非常的好。从最初的几个据点到如今遍布城市的服务网络，二手辅具不只是物资的循环，更是一种观念的改变。它让别人用过的东西成为一份被珍惜、被延续的缘分，而这份循环里，人与生活也慢慢有了新的可能。那轮胎都已经掉皮了，对，然后这一块这个轮胎部分也是在下面这边都有掉皮，对，目前就这2台是故障的。OK， 那这2台我们就带。那一个二手的辅具呢，它不只是让你可以更有机会熟悉、尝试、探索你跟辅具之间的关系，更能够去节省你自己的一些费用。所以二手辅具中心，我还要再强调一次，我们目前61点，而且不断的在扩充，不只是一些我们自己有原有的这个辅具的据点之外啊，有一些医院他们也愿意提供一些可以给我们使用的空间。那过去有几个例子啊哈，他们每次来看一下二手辅具中心的时候，他的心得跟我们一般人就不太一样了。哎，有人被爱哦，这样子就已经不太一样了。他会说啊，这就好，我家己用料真好。长辈有需要的时阵，我嘛替他长了一个眼光，知道说有适当的辅具可以让我走得更好，生活得更好，让我能够更有生命力活动力、生命力是需要一点协助的。有些辅具其实还很好，修一修、整理一下就能再陪伴另一个人继续生活。二手辅具的存在，让物品不再被浪费，也让临时需要的人少一份负担，多一份安心。所有回收的辅具都会进行严谨的清洁、维修、消毒，再上路帮助真正需要的人。若还不确定哪一种合适，也能到资源站借用，慢慢找到答案。而这样的循环流通，也让生活有了新的理解与对话。像我哪去开刀，我3日5日需要，我下礼拜可能不需要那我的父母亲呢，可能年纪大了，他一需要可能会需要很久，可是他在不同的病级的阶段，很可能也是会需要不一样的辅具啊。所以这个流通的观念一开始是我们所渴望的但后来呢，我们逐渐的不止它是一个流通的观念，它增加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沟通的意念。所以当一个人来说明他需要辅具的时候，这个过程我们把辅具放入他的家里，就建立了一个很深、很远、很宽的一个家庭生活的一个讨论的空间。所以二手的辅具，现在我们的精神呢叫做福便达你使用了，我们福气便达到你所在乎的一个生命力的过程。所以二手辅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它不算创举，但是它也不只是福利它是一个过程，一个互动的过程。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事情都是从微小的善意开始，一碗热汤，一份便当，一个生命的陪伴，这些小小的灯正悄悄地传递着。你呢？愿不愿意也成为那道温暖的光呢？本集节目由台南市政府监制，3冠网有线电视公司制作，谢谢收看。